现在播报一则重大新闻：台北市信义路3段31巷，昨天中午发生惊人血案，涉及高雄暴力事件而被警备总部依叛乱罪嫌起诉的林义雄，他70岁的母亲林尤阿妹及7岁双胞胎女儿林亮君、林庭君被杀死在家中地下室的客厅。林义雄的大女儿林焕君则被杀成重伤，经台北仁爱医院抢救，今天凌晨状况逐渐稳定，但仍然昏迷中，尚未脱离险境。经警方初步调查，这一惨案发生的时间大约在昨天2月28日中午12点到1点之间，凶杀原因不明，凶手在逃。警方已成立专案小组，积极展开侦查。暂时停止放风。明后2天有视察行程，暂时停止放风。因即摆已经无耐性啊，阮今摆遐命都已经够的啦，若搁拖落去，若小文连恁阿妈嘛有代志。你要是再问不出来，死的就不只是你一个。